咁嚟到呢個機械臂小車安裝嘅教學啦。咁你見到呢預先砌好嘅部件呢，會用俾大家去展示嘅。相信大家都更加方便去同埋更加快呢去跟進點安裝啦。首先可以將前邊咬合嘅地方呢夾臂嗰位對拍齊先。咁你就自然呢就揾到後邊兩個齒輪狀嘅擺放係點擺噶啦。安裝佢呢，我哋就會用兩粒尖嘅螺絲啦，會喺個藍色 Surface 嘅包裝入邊嘅。咁就會裝喺由下掃上去嘅第三個齒輪格啦，跟住由外而內嘅第三格，跟住扭入去。咁下邊呢都一樣嘅，不過就係喺中間掃出去第五格。銅柱嘅上下呢，都係會用平同埋短嘅螺絲呢去固定嘅。咁如果發現嘅佢會甩嘅話呢，可以轉喺包裝入邊呢中長度少少嘅螺絲啦，或者加膠水都得嘅。上邊嘅銅柱呢，係擺呢個兩邊都係窿，兩邊都冇嘢突出嚟嘅嗰個銅柱呢，就擺喺上邊，用螺絲固定嘅。然後中間呢，就加呢個齒輪嘅膠片啦，再下邊就上呢個有一邊突出嚟嘅銅柱，咁就擺喺下邊。然後再用一個平短嘅螺絲去喺最後個方固定扭實。然後就砌呢個機械臂嘅支架啦，揾出呢四塊同埋相符嘅膠片。咁呢個長少少咧突出嚟嘅地方呢，係向上邊嘅，跟住厚少少嘅一方呢，就向右邊。然後攞兩粒短同埋細啲嘅一個螺絲呢，去放喺膠片同相符穿過嘅嗰個窿，去將佢兩邊一齊固定嘅。攞個細嘅螺母去下邊啦，然後撳住佢，攞個螺絲批呢扭呢就會扭得實噶啦。如果扭實咗一邊之後呢，發現呢放唔到落去呢，可以扭鬆另一邊，咁呢另一邊就會有空間呢可以放個螺絲噶啦。咁之後安裝嘅所有surface呢，都係要安裝咗呢兩個細嘅螺絲同螺母先嘅。然後就攞呢個方形啦，咁佢會用銅柱呢喺中間做個連接呢，去連翻對面塊板嘅。可以攞呢個方方地嘅落嚟先啦，然後呢裝咗銅柱先。係可以固定銅柱啦，跟住用螺絲就扭實啦，又或者係呢，用手呢一撳住兩邊，用手呢擰實咗大部分先，最後嗰粒螺絲批呢，去一個最大塊固定嘅。咁厚啲個方呢，就呢一個細啲嘅膠片呢，都係對翻
邊一邊厚啲啦，然後再將呢個擺上邊。咁發現如果唔啱個圓形嘅螺絲窿位，可以係對正自己正面嘅位置呢，去旋轉180度，咁就可以揾到一個正確嘅螺絲窿位噶啦。然後就上翻個螺絲啦。咁我呢度會成日出現手滑嘅情況，可以用螺絲批呢去做協助嘅，因為佢會有少少磁力會黐住。咁個機械臂呢，個支架就安裝完成噶啦，就可以插咗其中一邊嘅機械臂落去先啦。又揾一粒短平嘅螺絲，同埋一邊突出嚟嘅銅柱，就按影片入邊呢嘅位置咧安裝咗先，提供個支架呢，同對面另一隻手呢同一個高度嘅，就可以插另一隻手啦。安裝埋另一隻手之後呢，咁就可以攞一個自緊螺絲呢去將佢固定啦，但又唔需要擰到好實嘅，如果唔係呢就會影響佢嘅操作嘅。好，咁兩邊都安裝完之後呢，咁就可以將佢哋夾埋一齊啦。咁中間個支架呢已經幫大家整好噶啦。咁將佢哋拍直咗之後呢，插埋一齊就可以。就攞翻兩個已經組裝完嘅部件啦，將佢哋呢都係咁樣垂直呢拍埋一齊啦。然後將成個整好嘅機械臂呢，就插喺呢架車度啦。咁稍後教大家點樣去砌呢架車嘅。